尽得信用甲生活，请曾牧师。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咱同心、备万心，用祈祷来到主的面前。至圣的上帝，阮搁一摆来到你的圣殿，阮要敬拜你。愿主你祝福今仔日的礼拜，互今仔日的礼拜，真侪阮兄弟姊妹信心得到祝福，恩上加恩的开始。自今日劳苦背重担的人，恳求主你的圣神，换手伫因的心上，互阮伫敬拜你的时，阮的重担得到透放，阮的心得到平静，无搁再受捆绑甲搅扰。互阮的心有根有基，互阮的生命有活泼有力量。主愿将今仔日的礼拜当作是一个力上加力的礼拜，恳求天父上帝来祝福。互每一个阮做伙做礼拜兄弟姊妹，愿拢同齐对你的手中来领受天顶的开力。愿伫你的面前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你好吗？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来到主的面前，咱定心伫主的面前祈祷讲：主啊，求你赏赐我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咱若感觉最近的生活，咱感觉有无开力的所在，咱就紧紧来倚靠上帝。兄弟姊妹，咱信上帝是一个领受稳定的过程，所以无论做礼拜，无论祈祷会无论是查经班，任何时间，咱若来到上帝的面前，咱拢应该是甲上帝讨，主啊，互我担着你稳定的滋味。咱通问咱家己讲：我做基督徒，我最近的生活敢有互我感觉有享受？就是伫我有重担、有困难、有挑战的时，但是我犹原有欢欢喜喜的心。亲爱的姊妹，做礼拜的目的就是伫上帝的面前，定心力上加力，甲恩上加恩。所以基督徒应该常常问讲：我敢有真正享受我的信仰？这个信仰敢有真正互我有开力？我敢有真正感觉真骄傲？我会当有这个福分，有这个荣幸，我会当做基督徒？还是讲我头壳累累？有基督徒的身份，甲无基督徒的身份，对我其实足抽象，并无真具体的帮助。信仰甲生活最重要的是甲咱讲，这个信心不是死的，这个信心是活泼的，是一个领受甲享受。亲爱的姊妹，愿咱来到主的面前，咱问咱家己：伫今仔日的礼拜，我通对上帝讨什么？我要怎样才做一个活跳跳、活泼、有能力赢过环境的压力的基督徒？所以信仰不是一个理论，信仰应该就是一个生活。所以，亲爱的姊妹，愿上帝通过圣神的帮助，伫每一个礼拜日，上帝拢用伊的圣经话命的话来养起咱。因为耶稣讲，这就是天顶来的美牛，天上来的生命的粮食。兄弟姊妹，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祷讲：主啊，求你伫礼拜中间来祝福我。做礼拜有两个真要紧的目的，第一就是伫礼拜中感受着讲，上帝啊，你真正伫这个所在。做礼拜上重要就是，咱感觉这个看不到上帝真正伫这个时刻，伊就降临到我三角地底。所以，你姊妹，第二个礼拜的目的就是，伫礼拜中间听到上帝的话，咱需要安慰，主赏赐安慰；咱需要生命的光，上帝赏赐生命的光。所以，你姊妹伫礼拜中间，上帝的话照人的需要。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美牛。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来到主的面前。今仔日的圣经咧讲起一个基督徒要怎样才做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是一个勇壮的基督徒，是一个有能力甲活命的基督徒。所以，亲爱的姊妹，信心就亲像一支锁匙，
信心不是干那一个抽象的道理、假事，信心其实就是一支锁匙。咱若相信主耶稣的人，咱就相信耶稣所给咱这个天国的锁匙，是要给咱使用。所以信心应该是活用在咱的生活的内底。所以弟兄姊妹，愿今仔这个礼拜，咱共同的上帝，天顶的阿爸，伊将这个锁匙赏赐给你，你逐所在就开稳定的门。愿主甲咱三个对待的今仔这个礼拜，兄弟姊妹，这就是保罗在2000年前为着罗马的教会所发出的祝福甲代祷。今仔日嘛临到伫咱的中间。主要保罗为安尼讲，伊讲我心内所意爱，我向上帝所祈祷求讨的，就是恁会通得救。我通证明，伫今仔这个时代有真侪基督徒，其实因有热心，但是无有真正信仰的假事。所以兄弟姊妹，咱拢信，咱嘛拢有热情，咱嘛想要为上帝做上帝所欢喜的事。但是信是什么？信就是相信上帝的话，信就是相信耶稣做我的帮助，信就是相信上帝一切伊的计划甲本性。所以兄弟姊妹，愿咱的信日日进步，伫主的面前，毋是真做青面的人，咱伫主的面前信心甲行为拢一致。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祷讲，主啊，求你互我真做新创造的人。我的过去亲像囡仔，讲话亲像囡仔，性情亲像囡仔。但是既然长大成人，我就要有耶稣基督的香味，甲耶稣基督的样相。亲爱兄弟姊妹，你的朋友敢有因为你来受祝福？你的囡仔敢有因为你的信心来受到鼓励？所以兄弟姊妹，咱的信毋是干那要互咱得到幸福，咱的信嘛要亲像主耶稣，咱要真做小小的耶稣，用咱的信心，互咱的家族受祝福，互咱的亲人受祝福。所以兄弟姊妹，信心就是安尼。今仔日个礼拜，教会为咱的代祷，就是愿所有兄弟姊妹，恁真做长大人的基督徒。伫恁的生命内底有活泼、健康的生命。人若无健康，生活就无品质。敢是安尼？人若无健康的身躯，人就无有精彩。精彩都是真轻松，连喘气都自由。所以兄弟姊妹，咱若感冒的时候，插滴，咱就感觉这重这痛。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甲上帝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真做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你赏赐我活泼，就是对信来的力量。愿咱伫主的面前，咱来听这个话。稳定是什么？稳定的意思讲，以前我是一个甲耶稣无关系的人，但是今仔日主耶稣互我做上帝的宝贝囝。伫以弗所书第2章足水的话。伊讲以前我亲像罪人流浪伫外面，亲像羊仔伫郊外。这句话讲啊足水，保罗伫写予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书这本册是一个伫初代教会咧建立教会足要紧的6章圣经的教示。所以以弗所书是一个教会初代教会咧建立教会足要紧的知识属灵的教示。伊伫这个所在讲有一群人，伊拄来到教会，就亲像陌生人，伊讲局外人，这是局外人是和本的中文的翻译，但是伊原本的意思就是无关系的人，就是毋是咱厝内的人啊。台湾人常爱讲一句话，咱家己的人，就是有关系的人。但是这个局外人，就是讲陌生人，是甲主的救恩稳定无关系的人。伊阁加一句，是一个无仰望的人。牧师引用这句话，就是要甲伊反倒倒来，咱甲上帝祷告，主啊，互我真侪有仰望的人。我甲耶稣有关系，我若喙叫耶稣，心内相信耶稣，
天顶的上帝伊的恩典就充充足足放伫我的中间。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因为伫今仔日的礼拜，上帝讲我要互恁有愿望，或者你阿们嘛？你阿们嘛？今仔日若是上帝来亲自来讲道，伊甲你讲，我要互你有愿望，你爱嘛？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上帝讲，当然爱啊！上帝，你就是愿望的源头。主啊，阮的信仰的生活最重要目的就是愿望啦。主啊，感谢你通过牧师今仔日甲阮提醒你的话伫阮的中间。以前我是一个无愿望的人，但是今仔日，我的家族要开始叫做有愿望的人。到代代无尽，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做礼拜是什么？做基督徒是什么？做基督徒就是新的生活、新的生命、新的代志、新的愿望、新的机会、新的困难。所以保罗讲，今后人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伊就是新创造的人。所以今日教会写一个题目予咱，就是你的信敢有互你的生活有困难？或者咱问咱家己。我的信仰生活，敢有互我的生活真做稳定满满的生活？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这个信是要互咱当大人，这个信要互咱真做住厝内的人，无搁再做陌生人、局外人。主要互咱伫伊的施恩做证，来领受伊上享受互咱更美的生命。所以信仰是要帮助生命改变，信仰是要互咱对一个真世俗、真幼稚、真冷静的生活，来成做一个当大人的。昨暗接到一个电话，心内有毋甘。一个无熟悉的囡仔，19岁，伊住高雄，因为伊可能是有一个躁郁症，还是忧郁的情况，已经食药足久。伊毋知要安怎，伫无意中，伊伫网络顶悬搜寻，就搜寻到向日葵学园的工作，伊就勇敢打电话来，伊甲我问讲，请问恁敢是咧做这工作？我讲是，我讲我会当甲你帮助什么？伊讲伊是一个辍学的高中生，恁敢有咧帮助高中的囡仔？真遗憾。咱的中辍生向日葵学园只有帮助到初中，所以阮就伫聊天。后来我知影伊可能，我无甲伊问讲你是啥物种的情景，因为这牵涉到伊的自尊。伫头一摆甲伊讲话，伫礼貌上我知影，我无适当甲伊问讲你到底偌严重？所以你聊的过程顶悬，我甲伊讲你很棒，因为你知影安怎甲医生配合，你知影你要找愿望。我讲你毋是基督徒，但是我祝福你，我祝福你，我为你祈祷。兄弟姊妹，今仔伫这个世间有偌尔侪人需要上帝帮助。兄弟姊妹，信仰就是帮助，信仰会当互咱的生命受改变，无论是精神的物质，无论是经济的情形，无论是咱头前的路，无论咱的情绪、心思意念，这个上帝拢会当成做咱生命的真光。愿咱来到主的面前，伫今仔这个礼拜，咱甲主讲：主啊，我无可能一日一时一刻就马上成做一个真成熟的基督徒，但是天父上帝求你的圣心帮助我要一日一日改变。所以兄弟姊妹，毋通看轻每一日的工作，因为耶稣知影人的生命是日日，所以耶稣甲讲，你就日日行你的十字架。你会记迄句话吗？基督徒的成长是每一天的、慢慢的、一日的。所以兄弟姊妹，急不得。但是咱若愿望有一日，咱会当真做。伫透风落雨中间游园欢欢喜喜，伫颂扬的中间游园有富足的心，这就是信心。咱就甲上帝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今仔日我要细汉，
无论是我的年纪，还是我属灵的生活。今仔日我抑阁细汉，但是主求你帮助我真捌你，互我会通伫你的面前来享受这个信仰所带互我的快乐。这就是今仔日教会对咱的邀请，教会对咱的带导。伫礼拜中间，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无失去这个机会。咱伫上帝的面前，甲上帝讨讲，主啊，感谢你通过今仔日的礼拜，教会对我的邀请甲提醒。信心若无行为是死的，咱的信心若袂当伫生活的中间真侪大能大力，咱的信心是死的。咱是甚物人，咱凭甚物敢讲？我的信心要真侪有关联大能大力的，毋是咱，是引带咱、照顾咱、陪伴咱的主耶稣。所以兄弟姊妹，深信，咱的心内相信，嘴承认，这个救恩就临到咱的家庭。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今仔日我要甲咱通过今仔日这段圣经，无论是利未记第20章，或者保罗伫10章内底，伊所讲的话。这两段话中间咧讲起一个基督徒成长、信仰成长两个真要紧的观念。第一，就是我爱做一个圣洁的基督徒。对圣经的摩西五经起，圣经的起头，伊就讲起我是圣洁的上帝，所以恁就爱安怎分别做圣。我要伫这个世间万民的中间、万人的中间，经历做我的百姓，做我的囝儿。这就是利未记今仔日所讲的这个话。分别做圣是一个信仰中间最要紧的观念。意思就是前我是太过软弱，前我是世俗人，前我是血气的人，伫情欲的中间亲像死人。但是主耶稣基督用伊的宝血甲我洗清去。对伊打了后，我就无应该去亲像过去迄个糊涂的人，我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圣经讲，对打了后，我就真做分别做圣的人。这就是第一个，咱做基督徒，咱若要当大人，就足要紧，咱爱认真，毋是干那听，是真正伫你的生活中间有一个意愿。咱甲上帝讲，上帝，我做袂来，但是求你帮助我，我要真做一个清气、圣洁的基督徒。对小小的代志开始，对小小的行为，对观念，你的观念来改变，你的行为才有可能改变，对吗？一个人若无意识到讲你的观念需要改变，将来就无改变的可能。但是做礼拜上要紧，就是咱的观念和圣经忘掉。咱对心内有互圣经感动，咱去看到咱家己的糊涂，甲咱家己过去的生活，其实是一个不讨神喜悦，是一个上帝所无欢喜的。所以圣经第一个，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为什么我都爱讨神喜悦？我会记得将近36年前、37年前，我还阁是一个新学生，伫一间教会做实习，有一个青年问我讲，我为什么要讨神喜悦？这个问题是逐世代基督徒加减减拢会问到。上帝若听我，伊会主动听我啊。想到我主动去听上帝，毋是兄弟姊妹，耶稣讲是我经你，毋是你经我。所以讨神喜悦是对心内一个满足，互主会听满足了，你会感觉讲阿爸，你较遐尼听我。对幸福的开始，咱愿意过这种的生活。第二，基督徒应该信，爱深信、真信。今仔日保罗伫伊罗马书第10章内底讲，有真侪人掠做伊是对的，其实伊是毋对的。自以为义，用家己的义，用家己的观念。所以保罗伫这个所在咧讲起，人伫上帝面前爱安静。你爱想看觅，你感觉对的，伫上帝的面前的心意，无一定是对。愿咱伫天父上帝面前，咱做伙来领受这两个真要紧信仰的观念。所以，什么叫做分别做圣？分别做圣有两个真要紧，咱的信仰的态度。第一，这是上帝对咱的要求。上帝讲我是圣洁的，所以恁就圣洁。咱今日这个礼拜堂，兄弟姊妹，我有看到。
咱中间有人逐摆若来到礼拜堂，已经真恭敬徛伫迄个大门外口，然后安那？兄弟姊妹，敢有需要安尼？当然有甲无，你若有心，有甲无拢共款，对无？但是我真爱看到兄弟姊妹你入来，毋是甲牧师点头啦。我知影你行入来时，其实你是咧甲上帝讲：亲爱的上帝，我要来敬拜你。感谢呢，你恭敬伫迄个所在，你的心已经够啊。咱俗语有一句话叫做“心诚安那则灵”啊，这毋是武侠小说呢，就是讲你的心有入来，这个礼拜是祝福的开始。咱的上帝爱咱清气，因为伊要伫这个世间，互这个世间的人看见，毋是各种的生活拢是水。上帝的圣洁，上帝的清气。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家弟弟，咱甲上帝讲：上帝，我对今仔日，我要打扮得干干净净，我要甲我家己照顾好势。一个人若会当甲家己打扮得干干净净，毋是干那外表，就是整理咱的思想。这是上帝所看做好甲欢喜。分别最上个另外一个原因，是咱要伫众人的中间做上帝的见证。咱的亲人、咱的同事、咱的朋友，要看到咱的生命自然而然产生一种的羡慕啦。伊会感觉讲，因信耶稣的人足特别，有某一种气质、某一种的品格、某一种的态度、精神，迄毋是安那表演出来，是自然而然对生命中间。这叫做。因为咱的好所行，因为咱的行为，因为咱的好所行，互人认捌上帝的荣耀。亲爱兄弟姊妹，咱做伙来读圣经。今仔日的圣经安尼甲咱讲，利未记第20章第26节，伊讲：恁着归我做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佮互恁伫万百姓的中间有分别。古早有一个足出名的老师叫做孟子。伊讲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我再讲一摆，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甲这本圣经完全同款，你有所分别，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当咱伫上帝的面前，咱认捌这本的圣经，咱就知影基督徒这个世间有一个选择，有自由通选择是非。选择对的，拒绝唔对的，连拒绝也是一种选择。兄弟姊妹，咱伫主的面前，咱恭敬听这句话，因为上帝讲：恁要做我的百姓，伊没有这个神圣，这个圣字最后一抓，伊讲：你们做我的圣民。但是因为整个这句话中间就是讲，因为咱的分别做圣，咱要叫做上帝圣洁的百姓，所以我特别将这个圣嘛甲放伫中文的圣经内底无的这个字。我要提醒兄弟姊妹，对今仔日开始，咱虽然也无一定有教解的能力，但兄弟姊妹，你若愿意，相信一定会互你能力。你伫你的心花，你誓约决志，你甲上帝祈祷讲：主啊，伫今仔日的礼拜，我伫你的面前画手，我决志，我讲：主啊，我要好我的心清气。我要互我心清气，毋是我讲我就做会到。主你若愿意，求你互我心清气，互我真做分别做圣的基督徒。兄弟姊妹，你若愿意，伫今仔日这礼拜结束，莫急要离开。你将今仔日的感动对上帝讲，你画手伫你的心内，互今仔日的礼拜，真做是能力的祝福，活命的祝福。上帝帮助咱每一摆小小的决志。互咱真做有能力的人，所以孟子伫伊的话内底，伊讲一句：人有不为也，就是讲人有拒绝无好的物件，然后伊才会通有所作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开始改变，因信什么？
信圣经内底所讲的良善、义、正直、顺转、圣洁、清气的物件。愿天父上帝对你讲话，所以保罗嘛伫伊的批信的内底，毋是保罗必定。彼得前书第2章第12节，伊讲：恁伫外邦人的中间，就要品行端正，通互遐诽谤恁的人看见恁的好所行，来荣光天父上帝。人拢有意见，但是愿咱伫主的面前，圣神将主耶稣基督圣洁的话名赏赐予你，互咱伫人生的中间做上帝的见证。所以彼得鼓励兄弟姊妹讲，信心应该爱活伫正人的面前，真做一个见证。这嘛是教会邀请咱，教会为咱代祷。就亲像有时接一通电话，感觉真无可奈何。伫远远的朋友，伫远远的兄弟姊妹，好亲像咱无法度帮助伊。但是圣神教我一个功课，相信基督的困难。虽然检在亲像昨暗迄通电话，我袂当为迄个囡仔做什么，但是我鼓励伊，我心内为伊祈祷。我相信照顾世间万人的上帝，伊会照顾我，伊嘛会照顾伊。你相信吗？兄弟姊妹，愿天父这个上帝出现伫你的人生的中间。第二，今仔日我甲咱分享就是，咱需要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特别是基督教足要紧的教育、信仰的观念。因为以前基督教甲真侪宗教同款，拢感觉你都要有好的行为，上帝才会听你。所以伫犹太教的中间，伊嘛真苦，认真要做一个有好的行为的基督徒。亲像拄则彼得讲，因为恁的好所行，就互人归荣光予天父上帝。但是保罗伊的话写伫哥林多罗马书内底，足特别的一句话叫做因信称义。这句话足久人读无。后来保罗这句话影响到咱的教会历史中间有足侪人，其中有一个人叫做奥古斯丁，伊大概伫第4世纪，就1600年前。佮有一个人叫做马丁路德。就是伫500年前，伊原本是一个神父，足认真敬虔咧追求属灵的生活，伫修道院内底过足简单、没有物质的欲望的生活。伊嘛是一个修道院内底专门咧教人圣经的，就是咱咧讲的，就是神学博士。伫到有一日，上帝的圣神感动伊。伊对罗马书内底发现到因信称义，伊忽然目睭开，伊感觉我的上帝毋是我一定要摕成绩单倒来甲伊报告讲，爸爸，我即届考试考100分，爸爸才会满安尼甲伊头壳扫扫，甲你讲，哇，乖囝，你有够高。我若考99分，这爸爸就目睭讲，你较不小心，这题你若较小心，你就100分。咱的上帝毋是这种的上帝，咱的上帝是要将伊的能力放互咱，伊要帮助咱伫伊的面前，因为信，咱就成做上帝的宝贝。所以因信称义介简单，牧师要甲恁分享2个观念。第一，因为咱的相信主耶稣会当帮助你，相信主耶稣会当帮助咱，所以咱甲上帝有一个新的关系。因信称义的意思是安尼，上重要的意思就是，因为主耶稣会帮助我甲上帝和好。以前我无照上帝的教示，就亲像流浪的孩子笼住。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伊带我倒来，所以我是甲上帝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关系。这个仪式咧讲起这个部分，佮来个要紧，伊要甲咱讲的就是这个信。对信仰到人物，信甲义，信什么？信上帝特种伊的本质。这个义这个字有2项就要紧的内容。第一，就是上帝的本性。咱做礼拜最要紧是要认识上帝的本性。第二，是要认识上帝所讲
的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来用几节的经文，因信称义的意思，就是我原本是流浪的囝儿，甲耶稣基督无关系。但是因为上帝通过主耶稣所成就的新的约，我就要活伫噩梦的中间。这段话内底有前半段跟后半段。前半段咧讲起人甲上帝的关系，后半段咧讲起人人生生活的内容。第一，以前咱若是一个陌生人，咱要因为耶稣基督真多，伊厝内的人，咱要甲上帝，咱要称这个上帝讲阿爸天父。兄弟姊妹，遮尔简单。所以因信称义的意思就是讲，咱得到上帝的祝福，不是因为你刻苦耐劳，是因为你心内欢喜接受、接纳这个上帝做你的上帝。第二，以前你的生活无噩梦，因为你唔捌上帝。今仔日上帝要将人生的噩梦赏赐给你。兄弟姊妹，这句话敢有吸引你？在你的心内，你甲上帝讲：上帝，这是我所需要。对今仔日开始，我要甲你有亲密的关系。主啊，对今仔日开始，在你的手中，我要得到噩梦。愿咱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保罗讲，当咱还阁唔知要怎样，在人生的中间找无路，好去好从，咱唔知影。保罗讲，当咱还是犯罪的人的时，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要互咱甲伊做伙活起来。兄弟姊妹，所以圣经内底有一句话讲：活在基督里，你会记吗？所以咱若活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咱就要受祝福。上帝祝福这个囡仔，咱莫甲伊看，咱真欢喜，咱的囡仔甲咱做礼拜。我相信咱的囡仔需要这个礼拜堂，安路免歹势，晨会免歹势。咱的囡仔是上帝的宝贝，伊伫咱的中间似动非动，其实他已经在参与礼拜，了不起。上帝祝福咱甲耶稣基督活做伙，咱的生活活伫耶稣基督的内底。保罗伫这个所在讲到有一群人，其实包括咱，兄弟姊妹，这句话可能会刺插到咱的心，但是当咱的心受到刺插是好的，因为伊提醒咱讲，我对上帝的心，但是我的心敢是对的心吗？今仔日的教会有当时咱的心是错误的，但是咱家己嘛唔知影，其实咱用错误的心。所以有的教会感觉伊爱欠足侪钱，奉献足侪钱，伊才当荣光上帝。有的教会感觉因为教会爱足大间，人爱足侪，伊才会当荣光上帝。兄弟姊妹，一个人的教会嘛是教会，一个人的教会，上帝嘛看伊做宝贝教会。所以有真侪时阵，基督徒的热心，保罗讲啥物？无真正的知识，意思就是无真正照圣经上帝的话。所以因信称义这个义，就是因为你相信上帝，伊所发出所讲的话内底的内容，这个义。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兄弟姊妹，你甲主讲，主我是一个戆人，前我读圣经未明白。今仔牧师所讲的话，我嘛唔知影，我到底是毋是有错误的心？免烦恼，你若主的面前亲像一个囡仔。主嘛听咱，敢毋是？圣经讲，上帝将天国的奥妙稳重，用什么人？用遐骄傲、自以为是、聪明的人隐藏，但是用什么人显明？对红的啊，假灵的，兄弟姊妹，咱就是假灵的。但是上帝要将伊的真的财物放伫互咱。今仔日的礼拜，因信称义，牧师要甲咱提醒，爱祈祷。真捌上帝的义，兄弟姊妹，将你内底的主张暂时提出来，你唔免甲丢掉。上帝无好人，咱需要真多一个有理性的人，有批判能力的人，唔是。上帝无记出咱真做一个有科学观念的人，有理性观念的人，无。上帝无好定起来，
但是当你有批判、有科学的观念的时候，你暂时伫上帝的面前退出来，兄弟姊妹，你绝对袂变做戆人、迷信的人。因为人无论偌聪明，伫上帝的面前，人无论偌聪明，伫上帝的面前都是不足的。我敢真肯定、真诚恳，甲恁遮甲青年讲，咱人的智慧，无论科学偌有，科学是什么？科学是即摆有法度证明的学问。科学是即摆有法度证明的学问，伊叫做科学。但是无法度证明的物件，敢都无存在嘛？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牧师带咱读这段圣经的时，你伫你的心内，你甲主祷讲：主啊，求你互我认捌，什么是你的义？所以保罗搁另外一句话讲：咱就要有份伫上帝的本性、上帝的性情。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耶稣就是将上帝的话讲清楚的人。已经3个月，咱的教会查经班的主题叫做耶稣的课堂，就是安静咧问讲耶稣伫圣经福音书内底所留落来。耶稣若开一个查经班，伊到底要甲咱讲什么话？所以咱要用大概半年的时间来回想耶稣若伫查经班中间，伊要甲咱讲什么？昨昏的主题，牧师讲的主题就是耶稣讲上帝的话。耶稣将上帝的话讲清楚，互犹太人听。但是耶稣嘛将伊的话留互世世代代基督徒听。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祷讲：主啊，求你对我讲明。所以保罗伫伊哥林罗马书第10章第10节，今仔日最后这段经文，伊讲：恁着爱用心相信。讲台湾话足水吼，人用心信。咱来到做礼拜，爱用心信，用灵信。因为主耶稣讲，上帝就是一个灵，对吧？上帝是神，所以敬拜伊的人就用什么？阿门！你拢足清楚，用神甲诚实。保罗讲用心相信，就是这个意思。上帝是神，所以敬拜伊的人就用神，就是用你的心灵。佮什么？用实在诚实的心，不是咧糊弄啦。伫上帝面前，咱敢要当糊弄上帝？无论咱外高，咱的上帝敢唔知你咧甲伊糊弄？当你糊弄上帝，你就被糊弄；当我们不以上帝为上帝，咱就失去上帝。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上帝的面前用心信，用嘴承认。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将这个话写伫咱的心中。因为这话要帮助咱，上帝的义是什么？上帝的义早就已经写伫圣经的内底。因为上帝是一个是，就是是；唔是，就是唔是。上帝就是一个圣洁，就是烈灵。所有一切的水、心灵的品德、道德，拢是上帝看做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会当活出上帝的性情。新约的圣经讲，上帝的性情，伊原本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本质。上帝是记写的上帝。圣经在旧约，伊讲神是记写的神。你会记迄句话吗？意思就是上帝是一个足清气象。上帝是一个足清气象，伊对任何的瑕疵、垃圾，伊都会觉得那不好。所以兄弟姊妹，咱伫上帝面前活出来圣经的话，所以一个因信称义的基督徒，除了因为耶稣基督的帮助，这叫做救恩。佮另外一个，相信主耶稣带咱读的上帝伊所讲每一句话。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上帝将各种的恩赐赏赐予咱。雅各书伫今仔日的今仔日的金句，伊讲信心若无行为是死的。人若无灵魂，灵魂若无行为，迄个灵魂，人的灵魂是死的。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各种的恩赐对天顶来。
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将咱应该有上帝的荣耀，呈伫咱的心上。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阮的身躯，阮的生命若无灵魂，阮就是一个行尸走肉。主，阮的生命若无灵魂，阮就是一个稻草人，有体无魂。主，伫今仔日的礼拜，阮要恳求天父上帝，帮助每一个所亲爱兄弟姊妹，互阮的心有根基，互我的心有敬畏上帝的心。祝福这间教会每一个家庭，互因享受到上帝祝福。祝福阮活伫你的内底，到代代无尽。阿们。